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阁是这个球棍啊对大乱斗，就是举球棍啊冤家相拍。中华会团伫个初六的深夜，有2排的人马要被谈判，双方是举武士刀、球棍啊、铁棍啊，这根本就是要输赢的办势。果然，一个超袂好势，一个口角就拍起来了。有一个人互扑到头壳，有几来的人受到轻伤。警方接到通报，赶到场，一路捉人，总共抓到21个人，其中有5个人也未成年。有轿车驶入去夜市的空地啊，大家落车就开始伫咧相拍。警察接到报案来到现场，全部的人才赶紧宣。警力到达现场之后，这些青少年纷纷逃窜。警察塞车溜伫咧后壁，甲轿车和奥多麦砸落来。你坐你来，你坐你认落啊！甲超着驾驶放伫咧涂骹，哎呦喂，佫是一支野球队。棍仔有铁的、阿鲁米的，搁一支武士刀，这全部拢是摕来拍人的武器。然后半暝9点外，一群少年仔因为这无救婚，又伫咧花坛夜市的空地啊，两边因为袂合，就开始咧相拍。有一个姓周的查甫人头壳互扑一刀，警察派快打队来现场抓人。听下去，阮都唔敢出来。哦。你点解嘛一摆安尼，阮都唔敢出来啊。但是伊来时都无人啊。无人啊。走了了。冤家声音，互厝边头尾的人拢真烦恼。警察调查是两边的主嫌，因的女朋友有1万块的租金，这无救婚，为了替女朋友出气，才闹人来相拍。双方是因为房租跟债务的关系引发的居中斗殴。那在场有21名的男女。那我们在昨日早上都已经逮捕归案。警察拢总抓21个人，虽望无帮派背景，不过大部分拢成年人。因相拍会扣罚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伫咧现场获释的人同款冇罪，会扣罚1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或者是10万块罚金。